公職人員協會聽日會發起遊行，會方指部分公務員不滿新嘅公職人員職程制度，認為政府冇顧及低職位同埋前線公務人員嘅利益。汪賢秋報導。遊行會喺星期六下晝3點喺公職人員協會會址出發，途經南環大馬路，最後到政府總部遞信。公職人員協會主席高天賜表示，部分公務人員反映政府提出嘅新職程文本違反同工同酬嘅原則，新職程亦都未能解決政府長期額外超時嘅補償問題，而部分公務員喺轉入新職程嘅時候有變相降級嘅情況，認為政府未能做到一視同仁。而今次嘅職程嘅修改呢，同領導層主管嘅調整呢，薪酬嗰方面呢，係有好大嘅分別嘅。咁呢個分別呢，就係我哋睇到呢，就係肥上瘦下嘅情形啦。咁啊，肥上瘦下嘅情形呢，就係領導層政府覺得我哋亦都同意需要調整，但係我哋睇唔到呢，前線嘅公務人員呢，尤其是低級嘅基層嘅，佢哋嗰個職程嘅調整呢，係完全呢反映唔到政府一視同仁。高天賜預計最少會有2000人參與今次嘅遊行，佢期望政府能夠細心聆聽公務員嘅訴求。澳門電視台記者汪艷秋報導。